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最近这几年来，越南走向改革开放，外资大量进驻，经济快速窜起来，和俄罗斯、亚洲新销量。2018年，国内生产毛业冲破7%，创下11年来的新高，是全球表现上界颖目的经济体之一。但是，高速发展的越南，却是要面对房价飙起、失业率高、好业产差真多者的种种的难题。像伫首都河内，黄金地段的房价飙起超过40倍，但是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平均的薪水只有新台币1万块。安尼个算算咧，想要伫越南买厝，就要无食无啉50年。来看华视新闻深入越南的首都河内的采访报道。对2000年开始，越南的国内生产毛业 GDP 成长率每当拢伫5%以上。2017年高达6.81%，去年也阁冲破7%，来到7.08%，创下11当来新高。越南正做全球经济成长上快速国家之一，被视为东南亚之父。外资致力带动当地不动产市场，嘛造成河内黄金地段厝价起超过40倍。放眼望去，不少高楼豪宅正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正构成河内的新景观。亲像河内有名的西湖，环境优美，交通塔的情况嘛比古城区较好小看，是未少来到越南工作外国人租厝的首选。周边嘛看会到富丽堂皇的别庄。对台湾过来到河内，正做越南新妇的张如伦，伊伫当地开设华语教育中心，就算无住伫西湖附近，对周边的租金，伊嘛拢清楚。再不怎么样的房子呢，应该都是要200块美金起跳吧，至少就是6000块台币，至少。然后可能那种像是租上万的那都是一般，就是非常普通。那像是在比较好一点的那个，比方3房的啊，可能都是上3房的那种公寓式，可能都上5万台币。租金无俗，西湖周边旧式的主体咧，嘛是同款无俗。在西湖附近，常常可以看到民众自行卖房子的广告，像是这一张，上头写着在西湖湖景第1排5层楼透天厝，每层不到17坪，售价越南盾89亿元，大约是新台币1300万。越南的厝价伫过去几档持续起，甚至是超过日本，正做亚洲第一。不过越南的民众在2018年6月平均月薪是562万的越南盾，大约是新台币8000块出头。大学大毕业出社会，平均月薪是500万到700万的越南盾，换算台币大约是1万。比起台湾青年买厝，来无食无啉20半档，伫越南是愈惨，来无食无啉50档才会当买到厝。就连到德国留学的越南学生咧，就算伫这乌志名市创业，开设留学规划相关公司，mà cảm giác chả buổi sao. Thì trong 10 năm trở lại đây thì kinh tế Việt Nam phát triển rất là mạnh trong tất cả những cái lĩnh vực, thì kéo theo đó thì cái hệ thống cơ sở hạ tầng phát triển rất là nhanh, cho nên là giá nhà đất cũng tăng rất là nhiều. Thì theo em là so với trong mối quan hệ với việc mà thu nhập tăng thì cái việc tăng giá nhà đất nó rất là cao, cho nên là để với một người Việt Nam bình thường mà mua được một miếng đất thì nó rất là khi mà mọi người muốn tồn tại, mọi người sẽ tìm mọi cách để có thể sống được để làm cho cái số tiền đấy đủ. Phòng thì thường thì theo như mà mình được biết đấy, thì phòng thì các anh chị mà từ 5 đến 7 năm sau khi làm việc có thể mua phòng thì nó sẽ rơi vào khoảng tầm 6 đến 70 mét vuông. Đương nhiên là những người có năng lực, còn những người lười thì 看到兴起的越南，嘛看到失落的青年，对传统走向现代，矛盾伫河内这座城市中到处拢看到。若是对大多数越南民众来讲，想要加趁寡钱，除了政治以外咧，下班了后过来咸菜，因为少年人买袂起厝的情况，不止伫台湾，越南嘛正是现在进行式。这里是越南当地财团在河内打造的豪宅社区，里头高楼林立，除了有购物商场、电影院，还有学校跟医院。不过在正对面就可以看到是一般的老旧住宅区，明显有落差。外一个新地当看到另外一面的越南，在老仔厝附近看到门面无看、外形散散、佮悬悬的一般主体，同款是河内、平、义府，是两种完全无同的景观。一
这天咱拍算探访住伫红河河边的越南民众，对两边车站行入铁基路，镜头刷意外被炸起来，不得已只好转往其他区域。横跨红河的龙边桥下是河内相对比较底层的区域哦，在这边可以看到环境比较龙蛇杂处，也可以看到当地民众不但有养鸡养狗，也明显可以发现有比较少的外国游客会来到这里。这路面拢无平，周边的环境嘛不如观光区。这里是在熬越南米线的汤头，不过使用的不是瓦斯炉，而是传统加木炭的火炉。米线河粉是越南经常看到的食物，这咖啡是当地国民饮料，因为越南是全球第2大咖啡豆生产国，巴西是第1，这几排咖啡店嘛形成越南特殊的人行道文化。不少当地民众就直接坐在店家门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天、嗑瓜子。一杯咖啡台票大约是35到90，美国连锁咖啡店的一杯咖啡是台票70到155。对一般越南的民众来讲是高消费，同款人袂少，有人伫分端，有人伫底站，加做越南经济发展上大的难题。每个国家都会有这个情况，不仅就是越南，这也是现在年轻人要努力前进的一个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贫富的差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动力，让我们认清楚自己到底在这个年代是怎么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使他们也许是现在碰到一些在所有的国家在发展经济上会碰到同样问题，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有这个能力，他们这个决心去克服。荷兰若是越南的首都，嘛是千亿古城，只是随着经济起飞，无论是伫街头，还是民众消费力，原价落差明显。古城这么大的包袱，有时震动到4人跋倒窜去。